根据国外的研究显示，青少年一天所需要的睡眠时间大约8点钟，但是卫生福利部调查，台湾的学生有6成一天拢困无到7点钟。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成功大学伫科技部的支持之下，伫去年开始推动了3年的智慧光照计划，将教室的电火改造成为智慧光照的系统，并伫教室当中设置9个感应器，透过云端连线，让电火会根据环境来改变亮度。也让学生会使接受充分的照明，进一步改善因困眠的状况。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希望呢，白天的部分呢能够吸收比较多的一个光线，然后呢夜间呢比较少。但是现阶段呢，在升学的这个学校里面学生晚上熬夜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必须要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所以呢，他们晚上在熬夜过程当中，其实都持续在接收到这个灯光的一个刺激，也就是说，他晚上的时间其实他接收到的剂量跟白天比起来，并没有相对比较低的情况底下，那他在这个褪黑激素的分泌就会迟缓，那迟缓就会造成他延后他的这个入睡的时间。那我们现阶段的做法就是说，把白天的这个教室的照度提高，让它白日能够吸收到比较多的这个日照的一个剂量，然后呢，相对于晚上的部分呢，可以比较多。那这样子呢，也能够让生理时钟的部分呢，能够提早分泌它的一个褪黑激素，能够达到它提早入睡的一个效果。为了充分收集相关的资料，成功大学也甲台南女中的合作，伫5间教室当中设置这个智慧光照的环境。老师也认为，对着学生学习的效果有明显的改善。跟同学了解，还有跟我们老师普遍反映说，这些班级的学习状况会比其他班比较好，就是感觉比较不容易打瞌睡，然后在光度照明整天都充裕的状况底下，也会感觉精神会比较好。如果这个研究了因为它有一个3年期程，那如果有一个具体的数目那我们也可以呈交给科技部、教育部做参考。那未来是不是我们教室这个照明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的安排？这样的话对我们跟这个学生的学习事实上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教育部规定，正常的教室光线要伫500勒克斯，这个系统会使对750一直到1500勒克斯，效果也比传统教室好真侪。对学生来讲，也有效改善上课的品质。除了透过教室的环境来改善学生的睡眠时间，成功大学也规划了睡眠行为的课程，让学生会使了解到睡眠的重要。一般来讲，学生对睡眠的知识睡眠的卫教比较缺乏那所以就说，就算我们把它日节率往前调，比较适合目前台湾这个学习的时间，但是那他也要了解一下，就是说怎么样充分的利用就是让时间的管理那所以我们就一连串的课程让带他们了解什么是睡眠的知识，睡觉他到底在做什么事适当的休息不是懒惰那很多的迷思先让学生知道，然后再自己去觉察他到底每天睡多少不够多少然后呢，还有生活价值的澄清，去了解说，如果要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那他就是要早睡早起，然后呢还要做时间的管理，那这些都在价值澄清里面，男女的老师会带着他们一步一步去走。一直认为自己应该都是在10点之前上床，可是有时候会就是忘记这件事情，然后就不小心多了，比如说到11点多。那参与这个计划就是多了一个督促自己要10点前上床，然后让自己有充足的睡眠的动机。对，就是真的量很多，就是经过别班没有做类似实验，就会发现其实真的差很多。就是我们教室的灯自己就量非常多，然后也可以很明显感觉到说早上、中午跟下午那个灯光有改变，就是强弱有变化这样。这个计划目前迈入第2档，除了改善学生的睡眠品质以外，也希望会使扩大运用到上班族等无同的族群，提高整个社会的生活品质。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